知目标接近中，距离小于800米。你真的要拜我为师吗？千真万确。好。为师今天就先教你一招，先声夺人。小草莓干得不错，上！好大的声响，果然是先声夺人。师傅你真行，这下安全了。指望声音大就能吓退那些高手，只是争取时间罢了。学好，第二招，必须就时。族长，昨日阿呆踩到地面，就整个炸裂了。这是唐家的法阵吗？并非法阵，更像是某种通过踩踏触发威力的宝器。宋家自古善守，以宋家的斗气护体，除了阿呆受伤，别人应该没有受伤害了。哦，族长料事如神啊！真是一招先声夺人呢。家主，我们在这里又中了蛮子的陷阱。那蛮子诡计多端，我们又有兄弟。跳虫小技，走那边。哎呦，我去，这怎么还有个陷阱啊！二狗子，疼死我了！我的天哪！小草莓，你们自己先包扎一下，其他人跟我追王胜。是，少爷别。